我做一個默默送嘅美食速遞員啦，我要起程啦，係咁。今日咧都幾忙嘅，有成5個地方、6個地方要送啊！多謝你啊！真係會有天神去送外賣。有個人好識享受 call 咗去泳池送到去，我哋都送啊！最緊要，如果你肚餓嘅時候，諗起呢個 number 得㗎啦，2338，2338。我今日都學到一樣嘢，就係原來送餐嘅速遞員咧係都幾唔簡單嘅，拎住啲嘢又要保護住啲食物啦。咁嗰啲袋係會保溫，亦都係保冷嘅，真係雪糕係唔會溶嘅。頭先我試過親自。想再開心啲，應該記得咩號碼咧？2338，2338。多啲幫襯啦，多謝晒。